3第43章過流保護 BS7671 總結。本影片介紹了 BS7671 標準中第43章節的內容，涉及電器安裝中的過電流保護摘要。影片中提到，過電流保護是為了防止電器絕緣物體因過流而過熱和損壞。過電流分為兩大類型：過載電流和故障電流。過載電流是指在電器回路沒有故障的情況下，因為正常功率需求超過回路評定電流而發生的，如電機過載或者插咗回路過載。這種電流通常不會太大，但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而故障電流則是由於電器回路故障，如短路引起的，通常電流幅度較大，需要迅速切斷以避免危險。為了保護電器回路和設備，需要選擇合適的保護裝置，如保險絲和斷路器。這些裝置必須能夠耐受預期的故障電流，並且其評定電流不得低於回路中最小評定電流承載能力的電纜。此外，保護裝置的選擇和設置應保證它們能夠在不影響其他回路的情況下正常工作，並且在發生故障時能夠快速切斷，以限制故障的範圍。對於環狀終端回路 Ring Final Circuits， 需要特別計算斷開時間，以確保在規定時間內能夠切斷故障電流。這些時間與回路類型、最終回路或分配回路和接地系統 TN 或 TT 系統有關。為了驗證斷開時間，需要確保接地故障回路阻抗 ZS 低於一定值，以確保足夠的故障電流能夠在規定時間內觸發保護裝置。觀點：過電流保護的重要性，保護電器回路免受過熱和損壞的風險。過載電流與故障電流的區別：過載電流是在無故障的情況下發生的，而故障電流是由於回路故障，如短路引起的。保護裝置的選擇與設置：保護裝置應該根據回路的評定電流承載能力進行選擇，並且要有良好的協調性。斷開時間的計算與驗證：對於環狀終端回路，需要計算並驗證斷開時間，以符合 BS7671 標準的要求。接地故障回路阻抗 ZS 的要求，確保 ZS 值足夠低，以便在故障時保護裝置能夠在規定時間內切斷電源。時間軸一，本節點解釋了第43章節的內容，即過電流保護。他強調了保護電器安裝免受超過負載能力的電流，以防止過熱和損壞。介紹了過電流的兩種類型：過負載電流和故障電流。過負載電流是在電器回路正常時，但電源需求超過回路評級容量的電流，例如電動機運作過度或者微多接電器。而故障電流則是由於電器回路故障，如短路產生的電流，通常比過負載電流大得多。本節點還提到，電路設計時故意減低阻抗，以確保在故障時產生高故障電流，從而確保保護裝置能夠快速斷開。保護裝置必須能夠容忍在安裝點的預期故障電流。二、講解了保護裝置的選擇和裝置與導線之間協調的重要性。保護裝置如容器和斷路器是防止過電流和保護安裝的關鍵。裝置的評級電流必須小於或等於最低評級電流的導線。協調確保保護裝置能夠以保護導線和設備的方式運作。此外，保護裝置的評級電流或設定不得小於設計電流。只有在沙嘅出口回路或電動機回路中才應該有過負載保護。選擇保護裝置時，還必須考慮其行為以及這種行為對選定的導線的影響。環境溫度也會影響導線散熱能力，因此可能需要應用一個因子來降低溫度範圍。選擇性現稱為協調性，確保最接近故障的保護裝置首先運作，從而限制停電的範圍。三、本節點討論了環形最終回路的考量，以及計算斷開時間。環形最終回路是為了一定的原因而引入的，但也帶來了潛在的風險。
在計算電動車充電系統的需求時，不應考慮多樣性。斷開時間是指保護裝置中斷故障電流所需的時間。BS7671規範中指定了最大斷開時間，這些時間取決於迴路類型、最終或分配和接地系統 （TN 或 TT）。對於 TN 系統，最終迴路的斷開時間為0.4秒，適用於 32A 以下的 SA 嘅出口和 63A 的固定設備。分配迴路的斷開時間為5秒。對於 TT 系統，分配迴路的斷開時間為1秒。為了驗證斷開時間，地電故障迴路阻抗 ZS 必須足夠低，以確保足夠的故障電流觸發保護裝置在所需的時間內運作。4. 最後，本節點總結了如何通過精心選擇保護裝置，確保協調性以及驗證斷開時間，有效地保護電器安裝免受過電流的影響，這樣可以降低熱損壞和電擊的風險。提供了計算地電故障迴路阻抗的公式，即是 S 小於或等於 U0-A， 其中 ZS 是地電故障迴路阻抗 ，U0 是名義電壓，A 是使保護裝置自動運作的電流。通過遵循這些指導原則，可以確保電器安裝得到有效的過電流保護。